来看新北市三重埔果菜市场要渡境，那新北市政府本地是要原地改建，不过后来选去泸州和这金河湾计划是结合做伙，这引起着泸州居民的不满。因质疑讲有这么重大的变化，就要办这公开展览、公听会，让民众了解新的规划。那市政府是讲相关的交通规划，因会想办法。那阵经过审议，有需要搁再办公开展览，因也会配合。 三重埔果菜市场原本新北市府拍算原地改建，去年6月煞按算要甲市场刷到泸州，加入当地南北边的银河湾计划开发案，引起泸州居民的不满，甚至组织自救会发动联署。有民众表示，泸州平常时3条对外的桥就真够塞车，市场若煞来，真侪菜车需要出入，可能会互交通的问题更加严重。希望市府针对这个计划，搁办公开展览或者是公听会，和居民沟通。 我想他最需要的是，尽快的呢来帮我们办理这个公展跟公听会的部分，来让真正泸州市民能够知道这个果菜批发市场进来是真的没有问题，还是真的是有问题的。农业局表示，目前会先规划菜车按三重埔交流道接宽体大道，莫影响到泸州的对外交通。 针对停税问题，城乡发展局表示，市府自109年到110年已经有办过说明会，要邀请民意代表来参加。目前计划虽然已经送到都市委员会，但是经过审议，需要各办公点，伊嘛会配合办理。考量到都市计划的审议的程序，那如果后续决议要求再公展，我们就会配合办理。城乡发展局指出，都市计划是法定程序，因会照法律的规定来行，未来嘛加强和在地居民的沟通，希望会使建立共识。记者桂宗林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